台中港最近10年来填海造地分跨港区，杀害渔场的范围变小，引起渔民愤慨。今年8月有上百只渔船同齐抗议，不过和台中港务分公司到达游园无共识，所以伫双十连假，渔民是搁再发动抗争。 渔船顶悬绑着抗议的布条。国庆连假期间，台中市渔民发起海上抗争，59只渔船伫咧毛博区集合，而且批评台中港务分公司这几年不断吞海造地，侵害渔场的范围，煞无甲渔民沟通。台湾遮尔啊民主的社会啦，竟然还有遮尔啊威权的代志发生啦。因今仔日损害到渔民的权益，竟然唔免甲渔民讨论，唔免甲渔民开会，直接。 就应该去，互伊的上港法庭应该去做啊嘛。我渔民讲啦，这油钱50年啦，油钱了袂算的啦。啊，你叫我愈走愈远，啊讲啊歹听啊，台中的渔民真正比台北的、甲高雄的比袂着吗？ 台中市渔会主张，台中港1973年建港甲打分3期扩展港区，渔场不断去用限缩，目前划定1.1万公顷禁渔区，敢若有5000公顷左右有过赔偿。 甲台北港、高雄港扩建赔偿案拢已经讲好比起来，台中渔民不满受到无共的对待。不过台中港务分公司表示，开港甲打已经完成6件渔业补偿，今年配合经济部能源政策，吞海造地也伫咧行政院核定的台中港范围之内，一切符合规定。行政院于92年2月21日核定台中港港区范围，符合香港法规定程序，对渔民朋友理性表达诉求表示感谢。 台中港分公司将持续透过渔会与渔民协调沟通。台中港务分公司感谢渔民理性表达诉求，会继续甲渔会来沟通，人质共识。渔民讲家己若亲像是山顶的公民，强调若是无得到满意的答复，连港也阁会继续来发动抗争。记者台中报道。